我哋可以眯埋眼，調節自己嘅呼吸，盡量放鬆自己，但保持着覺察。試着領悟自離開母體後，經過了不少嘅路程，有啲寬闊平坦，有啲狹窄崎嶇。你經歷過嘅，就是你嘅成就。如果你充分嘅領悟到呢一啲，你會漸漸嘅見到證據。而家開始留心你曾經學到嘅嘢，有啲對你非常有益，有啲呢對你可能係一種阻礙。還有你需要但係仍然未有學到嘅，將兩手放埋一齊，認識我哋所有嘅人類都出於同一個生命力，具有潛能，協助我哋展開完整嘅自己。我哋都能與他人連結，豐富我哋嘅生命，也豐富他人嘅生命。現在向我們嘅真實表示敬意，善讓我們嘅資源在生命旅程上處理我們遇到嘅各樣問題，感受游離中嘅生命力，了解你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嘅事，你係自己行為嘅資源，你嘅經驗、信心，你嘅希望、熱誠，你嘅猶豫、顧慮，同埋你那激昂如醉嘅真情，除咗你，冇人能為你嘅選擇負責。與你自己在身體內游移嘅生命力交談片刻，容許你自己在一個新嘅空間裏展開，明白你能為自己需要什麼，同埋唔需要什麼做好決定。然後慢慢嘅擘大眼，活在神的話語中。約翰福音第19章38至42節。這些事以後，有亞利馬太人若瑟
是耶穌的門徒，只因怕猶太人，就暗暗地作門徒。他來求彼拉多，要把耶穌的身體領去。彼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穌的身體領去了。又有尼哥德慕，就是先前夜裏去見耶穌的，帶着沒藥和沉香約有100斤前來。他們就照猶太人殯葬的規矩，把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院子，院子裏有一座新墳墓，是從來沒有葬過人的，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，又因那墳墓近，他們就把耶穌安放在那裏。這是一場非凡的葬禮。一位從來不張揚自己出身權貴嘅門徒若瑟，他能直接向彼拉多申請領取主嘅遺體。另外，曾暗暗地暗訪耶穌並與他談論重生嘅尼哥德慕，現在不但公開承認耶穌，還獻上100斤的沒藥和沉香，用來殮葬耶穌。這兩位深深愛主的人，甘心樂意盡上自己的能力，好好將耶穌埋在墓穴中。讓我們在信心裏禱告。親愛的主，你經歷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後，身體躺在寂靜的墓穴中2日。你的門徒若瑟和好友尼哥德慕在殮葬你之時，並不知道你將在第3天復活。但現在我們都確知你復活了，我們也確信將來我們也與主一同復活。因此，我們以盼望和信心等候復活的主再臨。感恩禱告，乃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求，誠心所願。與信徒相通。我們的生命與主相連，也在主基督裏互為肢體，所以我們願意與主一同受苦，更期盼與主一同復活。向世人作見證。基督徒要讓未信嘅人看見我們所切慕、所盼望的，沒有一事叫我們羞愧，能在凡事上放膽，無論是生是死，總叫基督在我們的身上照常顯大。服侍他人。今日的教會需要有若瑟和尼哥德慕如此默默地跟隨主的門徒，但他們亦能勇敢地為主踏出一步，見證自己是屬主的人。我們活着是為主而活，死亡只是結束在世的工作，這不是終極的失去，乃是邁步進入永恆中。獻上你的禱告。